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瑙河的支流。其实呢，我应该讲的，在25年前呢，这边呢是有很多的景观，什么呢？就是让人家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湿地公园了哈。湿地公园里面就有100多个雕像，最重要也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圆舞曲的那个约翰史特劳斯喽。待会儿差不多在20年前呢，还是安都好一个机会呢，是接触到旅游业，还是以兼差的方式呢，还是来带团。帶團之後呢，我哋知道講我除咗學以外呢，我要做啲拓下多嘅咁嘅歷史啊，樣片。我們我是慢慢的了解到了解歷史之後呢，我是對了這個是可以做旅遊的工作。嗰時第一間呢，我帶宿舍呢是2間啦。2間呢，嗰時呢係天主教嘅Sacré-Cœur聖心中學，是講台灣每2位啱嘅。嗰時呢，我哋外國人咧學生啊，全部呢本佢哋安排呢帶喺火車路旁邊咧間房，這邊有辦法錯。改變下佢哋我即係本地人呢，佢哋是帶改變上就發人啊，較安靜啊，環境啊較好啊。我第一間咧學識咧地方呢是係。火車入站咯，火車愛出站咯，睇自家愛下小時麼樣嘅啦。在做旅遊的工作期間呢，我是認識到我哋喺老公啦。因為老公係香港人嘛，佢哋呢是帶到棚下廠材料邊呢。我們呢，我就講嫁雞隨雞啦，哈！我老公呢，因為佢哋喺事業啊，全家呢出嚟邊發展，我是幫妹是留下來嘅，所以到留下來講呢，我是來到呢邊呢，差唔多係有成34年嘅樣子。來，新山哈，新山。他球什麼都準備好了，如果你打，他就跟你去打球。按到時間過去咧，是至少讀書學音樂，其實呢也是很寂寞。但是在寂寞的時間呢，是清歡喜呢，個事情是受到我媽媽基本包裹。個地方呢，不但有台灣嘅食嘅東西，還有呢我一年嘅栽培啊，個種落嘅衫，其他個本係太難嘅工藝。所以呢，大家日日都會日頭嘅時間，也是清歡喜，嗰邊等人呢看住我自家包裹幾多枚。慢慢自己會講，對到呢個萎縮運動來講呢，大家時間呢比我自家去台灣嘅時間行下長，所以講呢，我也那運動係我天一隻故鄉啦，哈。紅的毛利的旗子插在那邊，然後他就可以收費了，所以他們現在都很後悔。所以講着，我們好像已經到了耶，也是這麼大嘅，呀，genau啊，好了，我們已經到了。